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走小米，白灵丝徛伫溪仔边，看到鱼仔正欢喜。鱼仔雄雄看到白灵丝，哪游哪插水。白灵丝哪看哪动，鱼仔哪跳哪撞，一个来一个去，两个伫遐走小米。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95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写的《走小米》。顺利去，咱邀请韩文老师为咱来介绍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意。咱讲这首《走小米》我感觉是卖当互囡仔听，囡仔若听到这首我那会真喜欢咱台湾真正足水足侪所在拢会当看到白灵丝啦。什么所在会看到白灵丝？比如讲有水的所在，比如讲农作物咧收成的所在，白灵丝嘛会缀伫个铁牛仔后壁，伫遐咧食七啊啦，是食糖啦。这首我是去白河看这个荷花，看莲花，看到白灵丝伫遐跳来跳去，伫遐走，我有一个灵感，我就甲伊写落来我定来去白河看莲花，嘛定来去白河这个小南海遐，小南海白灵丝足济足济伊也袂是讲白灵丝的故乡。白灵丝徛伫溪仔边咱讲有溪仔的所在，有水的所在，当然较有鱼仔，白灵丝就爱去遐。看到鱼仔就当然足欢喜咯鱼仔雄雄看到白灵丝，鱼仔嘛会惊白灵丝呢，伊知影讲白灵丝要来甲伊毒所以就哪游哪插水白灵丝呢，伊哪看哪毒含鱼仔伫遐，人讲捉迷藏啦走小米就是捉迷藏嘛伫遐咧走小米啦鱼仔一直跳一直撞白灵丝一直甲伊虐，所以讲一个来一个去白灵丝含鱼仔两个就伫遐咧走小米。白灵丝徛伫溪仔边，看到鱼仔真欢喜。鱼仔雄雄看到白灵丝，哪游哪插水。白灵丝哪看哪毒，鱼仔哪跳哪撞，一个来一个去，两个伫遐走小米。咱讲伫遐伫遐这两字什么意思就是在那里在那里叫做伫遐字要怎写呢？这个字就是
人字边啊，一个助助力的助所以讲伫遐就是在那里伫在某一个所在，还是某一个时间咱拢会使用伫，这个伫是一个概述介词伫倒位呢？伫遐遐就是那里遐变啊写遐尔的遐搁做遐，伊是走字边啦放假的假甲人字边换做走字边，安尼就是遐。伫遐走小米咱讲这个米变啊写，伊的倒手边是必须的必，正手边是再见的见，叫做米。米的意思就是藏起来所以讲走小米捉迷藏。看到鱼真欢喜的食免怎写？其实这个食就是言字边个成功的成这个咱华语讲叫做成咱台语讲真欢喜言字边成功的成斗起来就是真欢喜的食。咱咧念爱念真欢喜人讲真欢喜，咱就写真假的真伊的意思和真欢喜同款意思，真欢喜、真欢喜拢同款。韩焕老师这首诗所描写的走小米，就是咱华语咧讲的捉迷藏，也就是米小吹。所以去咱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德英老师为咱来介绍台湾囡仔的米小吹。咱台湾古早若咧讲到迄个安国歌有一首歌谣有一首歌谣真好，迄种的迄就是囡仔规群咧佚佗，有一个鬼嘛，要做鬼都用，搞到一头部种种方法就当抓出像做鬼嘛。迄个鬼就一个手就爱撑悬悬安尼，伊的即个手底向下骹嘛。其他人就讲若四个伫遐咧耍，还阁四个人拢爱徛做伙哇，逐个拢举即支做迄个第二支砖头即支安尼第二支的始祖，即支来甲伊拄踮伊的手底就开始咧念，遐大家做伙咧念，就念讲安国家走白卵，随你食随你装，国家囝米白白，鸟鼠囝去做贼，家家求。即个家家，迄个时阵到家家，搁落会休一个时间，到咧时间要休偌久毋知，再发球迄球落就是撑出手骨也悬悬，咧互人拄伊的手底迄个，伊看球迄是迄个咧发的，伊发球的时阵，遐本来拢撑伫伊的手底拢爱拄咧的人，逐个都管咧游走，伊就管顶落，去掠着啥人的即个砖头的时阵呢，第二支的砖头的时阵。就换伊做鬼，安尼用安尼咧算的，所以过去囡仔拢会晓算这，会晓念这个话。当然要讲用砖头的时阵，要甲点落的时阵，迄速度交迄个力量爱拄好，嘛袂当用砖架来拗来。万一你拄好这囡仔杀四下，拄拢要抽出去的时阵，你搁用迄个砖架搁拗着的时阵，砖架搁留遐长无加。你拄全家规顶皮甲规顶手骨咧皮，规顶砖伊的第二支砖头皮都去掠掉去所以嘛是袂使。所以迄囡仔我家己爱扎力咯，慢刚想着逐个囡仔咧算安当然嘛有伊的教育功能啦就是讲咱嘛是爱共扎力。有个囡仔条工讲我要做鬼咧，伊都无啥爱游，伊就惊游慢慢就掠着伊逐个欢喜甘愿咧。即个大家伊的算法若咧讲安国家，就是安尼咧算，咱台湾人咧安国家就是安尼咧算白灵诗哪看哪读，鱼哪跳哪撞，一个来一个去，两个伫遐走小米。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焕老师写诗，黄
黄德英老师讲解自然文史，王家芬老师以及府城小花女的小妹评为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回再搁继续空中再会。